2023年所创立的国际红仔戏这名学校，一摆毕业生总共有7位，其中有5个是外国学生。今年7月，除了会伫咧台北云林高雄3个所在展览因一个毕业创作以外，接落来也会去到印尼做世界性的交流。 来自泰国的姐摕到伊家己创作的红仔落嚟来表达伊的心情。伊感觉家己就亲像即只落嚟共款，伫即个竞争的大自然中试过挑战。2年前，伊摕到伊的行李来到台湾参加第1届国际戏红仔一零学校，来甲无共国家的同学做交流。Because in Thailand, I don't have experience in the like academy or school, and here I learn how to make mechanism and how to learn like about traditional puppet in Taiwan. That is very surprised. 若是这伫国际红仔一零学校毕业，即摆毕业的同学总共有7位，其中就有3位来自马来西亚，佮有1位香港佮泰国。这种国际性的交流，嘛，互因有无共款的修行。喜欢偶戏的人，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，质感都很类似。他可能会比较质朴，比较容易害羞，就是比较，所以我们会觉得。 每一次跟国外的人交流，都会觉得啊，你跟我的感觉很像。就是只要喜欢偶的人，通常其实都会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。因7位拢是第1届国际戏红仔一零学校毕业的学生，因所展演的创作是对欧洲传来的当代戏红仔。操作者甲戏红仔会同齐出现伫观众的面头前，甲传统的布袋戏有真大的无同。今年7月，除了会伫台北、云林、高雄3个所在做演出，过来嘛会去印尼做世界性的交流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